2026年撥款條例草案。二讀財政司司長。主席、各位議員、各位市民，早晨！我謹動議二讀2026案。今日係大年初九，市面上仍然係洋溢住農曆新年嘅喜慶氣氛。創新正係深度推動產業創新。香港喺創新科技同埋商業轉化有實力、金融支撐同埋高端人才匯聚等優勢。我哋正係加強 AI 賦能產業。喺基礎研發方面 ，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下一階段改革，包括優化上市公司持續規管、人才培訓。知識產權署將會與職訓局合作，推行為期2年嘅先導計劃，開辦知識產權學院，提供同資歷架構掛鈎嘅在職。我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上述條例草案予以二讀。按照議事規則，二讀辯。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鄧家彪議員嘅議案予以通過。再向各位提出上述嘅待決。反對嘅請舉手。我認為議題獲得經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功能界別地